继续要来看，今仔日中央航空办马拉松活动，天还未光，空服员职业工会就已经去到现场，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问题，呼吁中央都要提出具体改善的方案。那中央的总经理今仔日有去到现场，不过煞无回应工会诉求。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成员手举标语提白玫瑰，甲参加中央航空马拉松活动的跑者形成真明显的无同。中央航空总经理孙家明出现在活动中，不过对工会抗议并无做什么回应。总经理，你的员工在下面，请你正眼看看我们。 枪声响起，大家开始走，活动是照常进行。不少跑者也替场边的工会成员来加油。 中央航空空服员破病特群不幸过身。公司高层虽然对外行礼系失礼，不过工会认为中央对改善空服员的请假制度，也有工作上的困境，依然是无具体方案。工会理事长张思源表示，空服员一天的生活就敢像一场无终点的长跑。我们不是为了争取特权，我们要的是被尊重、被了解。请假并没有错。空服员部门的主管总是说。 都是因为你们自己爱请假，是你们表现不好。在我们的职场，请假照顾自己，请假照顾我们的家庭，仿佛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跑者分阶段出发完了后，有工会成员行过赛道来到舞台打标语，一度遭到警方阻止。工会也有过抗争未停止，30个继续到劳动部头前来抗议。对工会诉求，中央航空也未回应。不过，第24个记者会除了公布调查报告，也指出会建议强化未来事务长加副事务长在机顶及时解除组员任务机制，也有年底进行调整这个考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